台南七股。台南七股。哦，来第二个提示。日头愈大愈好。哦，来日头愈大愈好的时阵，嘿，是啊，七股的盐埕，盐埕七股盐埕，是吧？是公司的字。盐埕的是，你看是毋是日头愈大愈好？就拍盐嘛，哦就拍盐啊，拍盐都爱有日头啊。是啊，佮伫七股有名，毋就是盐嘛？盐好埕，盐山。盐嘿，山，来第二个提示了。好，来你的答案是七股盐埕，盐埕七股盐埕，老师对唔对？还是唔是？哦，哎呦，七股应该还有别的物件哦。对啊来，咱三位各有机会，有人要试无？无。无，我继续搁提哦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下第三个提示。安伫厝顶。哦，来，咱教授。太阳发电，迄是迄是用太阳的发电啊。太阳发电嘿，迄是是太阳能板，还是嘿，不要紧，你讲。好，照讲。来，谢谢你。就讲太阳发电好了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太阳发电对唔对？哎，歹势唔是安尼讲。哦，是安尼讲哦，表示方向是对的来来来，哦。今嘛有两位会当来唱一个啊哦，是会当无？嘛是无，咱搁看一个提示哦。好，来看第四个提示。新电池。哦，嘿啦，来，太阳能板，哦。你搁讲一个。较慢。太阳能板，太阳能板，老师对唔对？哎，咱有另外一个音啦吼。哦，真正有影服侍有较困难哦。来，机会啊哦，来来来，还是我看第五个提示好不好？好来，第五个提示。哎，有哦，你起码知影啥，只是不要讲。如果你感觉是啥，你就讲出来。谢谢你。太阳能源，太阳能源，哦，来，老师，太阳能源对唔对？嘛唔是。哎呀，四位拢讲了唔对，其实就是差这个音啦。吼，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讲这音，互大家听吼。来，老师。哎，咱是改讲做太阳能帮。帮。哎，因为咱无讲板，咱讲帮啦。因为板细条的，哎，帮是大的。哦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古早风。古早风，古早未听过，古早风。古早风是啥物古早风呢？来，第二个提示。一抓。一条麦当吼。一抓嘿。哦，是啥物古早风？过一条，什么话呢？好来，第三个提示。台湾 LV。家己地啊，哎，你知道呢？哇！家私地啊，家私地啊，因為我去訪問過，你有去訪問過？對，我去翕過。所以你的答案是 C， 家私地啊，家私地啊，老师对唔对？哇！健康。来，分数我加一个。终于得到5千咯！哎，真正爱感谢伊上你分数。差半秒呢。看到点有变，就是表示讲你到有手里，咱来看。较灰咱所以看不出。不要紧，咱继续看一下哦。环保。环保要买物件袋啊吼。嘿，这个摕起来嘛真好看，哦，又大又细哦，拢有毛甚至迄个银角啊，迄个一个镜嘛有啊。嘿，嘛有，咱即马台湾有人家己去做的啊，真好看。吼，上尾也是台客包，嘿，台客咧咱拍。台湾有人的啦。嘿啦。哦，其他拢无啦，但咱台湾有啦。嘿啊。时间过了真正要紧吼。安怎讲？第4位已经起来。哎呦。哎呦，啊有好佚佗无？恁感觉？有。啊拢有无？无一定，我无一定。无一定。啊，会点头会海头呢？应该安尼算起来，应该有6题有对无？有啦，加减啦。会困难？袂困难啦。还好啦，啊来遮较难。哦，徛在遮较困难。徛在遮较难。真正徛在遮会戆吼。哎，是我徛看卖。我甲你介绍一位更较歹徛，你来遮徛，遮更较戆。嘿，真正来遮会金就我感觉唔免，咱放轻松，真正放轻松吼，你想的都看你
袂较尔困难啊啦吼。其实等下两题，其实我感觉是真简单的哦。拢简单的，拢生活当中内底物件。是，知影答，尽量讲，尽量讲，我无啥想要甲恁讲话啊，即嘛，因为我惊恁会足紧张，大家拢一直咧看我。嘿啊，吼，是尽量想哦，等下看迄字，来啊哦，来，这题有几个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，咱看第一个题是沙漠，沙漠，大家有印象哦，沙漠哦。沙漠三个字哦。哦，来，第二个题是，自我防御哦，哎呦，诶，八卦红，八卦红，八卦红，先人，迄一张树啊有刺黑，嘿，伊叫做啥？阮阿嬷拢讲迄是八卦红，八卦红。哦，唔捌听过呢。恁倒位人？高雄人。高雄人是哦，这个答案我是毋捌听过，爱问老师啦通啊试看卖啦吼。啊，毋过你拄仔看就是因为因为伊伫沙漠内底，嘿爱讲自我防御，啊，反正是别项。反正是吧，无定就是你哦。嘿啊好，来问老师就知。来，你的答案是啥？大声甲老师讲。诶，八卦红。八卦红，老师对唔对？健康。够厉害哦！来5000块，感谢阿嬷，来我看你你。就我接。是，来咱甲看者真正呀，飞龙果，片鹅的特产，啊，哎，个观赏的植物。是，不过阿嬷是高雄的，是阿嬷应该是捌有接触过，啊是阿妈为皮我寄过来。啊，我唔知呢，敢问看卖。哦，是，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，是安怎会叫做八卦红呢？捌听过呢来，老师，哎，这是一仙人掌的一种啦吼。是啊，伊叫做八卦红，啊，伫高雄因遐真正拢甲这个物件叫做八卦红，是，所以仙人掌、八卦红两个答案拢会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台湾人的食的傻瓜干面，其实就是福州的大面。啊，你敢知影？傻瓜这两字是安怎来的咧？A. 傻瓜面的迄个谐音，傻瓜面、傻瓜面，吼。B. 做法简单，人人拢会晓。C. 头家戆戆卖了伤俗。哦，来，咱请选择哦。来，请选择哦。傻瓜干面哦。嘿啊，大家拢捌食过啦吼。为什么是傻瓜咧？这我简单啊。是傻瓜面，嘿，还是头家戆戆卖伤俗？是啊，还是做我食简单嘿啊啦。好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。啊，这死，无人要死，无人要死伫遐，嘿，死这个吼都无好听啦。快结掉。是，好来，三科老师。三科老师来，今人无讲着话，嘿啊应该无袂 OK 啦。这食过无？我食过啊。嘿，我食过。因为我是建中的啊。啊，边都傻瓜面。对啊。新嘛购有咧，啊，你哪一间购有咧？啊，不对，啊，啊，伫高岭街遐。嘿啊。啊，这就是应该就是拢台湾话讲嘛，讲傻瓜面来食，傻瓜面傻瓜。哦，有影有道但是理哦跟。青蛙面差不多啦，但是小辣椒。啊，毋过伊的醋啊啥拢甲家己淋啦，嘿，就是甲较自由啦。哇，竟然问到一个先摆食这济年呢。建中的建中的啦。唔对啦。是，来那个来，那个，咱呢，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吼，嘛是建中的。的。无，我南一中的，但是我第一个电台是报罗凤的迄个电台，迄个电台边啊嘛是有一间介出名的傻瓜面。咱这边咱拢无方便去哦，对咱做法简单啦。大家拢也知影，去街啊头家拢会甲你讲，啊你做顶哪有错，你有家己家己淋醋啦，家己淋豆油。是，来，我问者。多谢。买，老师你休困，你拄啊无去死，好你家己。地教训。好来，我来问者，你感觉是做法简单？嘿，这嘛是有道理，啊，另外一个是分散风险啦。分散风险。嘿，我是感觉讲是做法简单啦，啊，人拢嘛是会晓。哎，更错就好啊，啊，若是讲傻瓜面，迄我就唔知影咧。哦哟。是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啊，咱拄则有人讲啥？迄个切仔面啦吼。切仔面。咱个切仔面是有一个面切啊。是。啊面放伫内面，啊都有咧切。切的。啊，不过伊这无啦，伊这就面等咧滚水内面咯，啊沙沙咧，啊讲傻瓜面来食啦，啊所以就尾下就迄音就
互人讲来讲啊，这傻瓜面啊，当然伊食法真简单，不过主要咱感觉伊这个名称的来源吼，是对这个傻瓜，这个傻瓜面这个音来啦。啊，这就是一种福州大面啦。不过伫咱台北吼，有真侪所在都来讲建中啊，其实迄个和平病院遐边啊，吼，什么南门国小遐边啊，有足侪人咧卖这啦。是，啊，拢叫做傻瓜干面。傻瓜干面。请问台湾有真侪花海大桥，啊，倒一条花海大桥是现处是全台湾上长的咧？A. 平湖的花海大桥 ，B. 马祖的花海大桥 ，C. 金门的花海大桥。来，咱请选择哦。来，爱看清楚哦，上长的哦，嘿哦，马祖还是金门？来哟来哟，嘿，我拢感觉因嘞互相相爱。因拢等上尾一秒才要跳啦。哦，安尼哦，无我就来画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。哦，总算无共款啦。袂有啊，我告诉啊，袂有啊，袂有啊。这边的咱选的是咱的朋友。Jason 有意见。哦。你拄也袂记行？无，他爸呀。本来是要跟朋友啦。哦。我会记迄个马祖敢若有要去啊，后壁无去互成安尼。哦。啊，应该是敢若剩朋友尔吧。剩朋友尔哟。我有的啦。你有的吼？啊，你咧不用啊？因为阮爸爸朋友人，所以我支持朋友。哦，是人不亲土亲呐。无唔对啦，支持朋友啦。好，好来，咱教授，咱选的是马祖，你拄也袂记哦？我袂记。你拄还想在？我是朋友啦，我是朋友啦。因为我昨暗去食朋友的海产。哦。食伤饱。不要紧啦。咱外表听迄落啊，心内想的是马祖。马祖就我保庇啦。啊，万不你对就对啊。是，无唔对。来，三哥哥哥，恁感觉是倒位？金门。啊。金门吼，因为我最近才去。哦，你最近才去？啊，朋友我嘛有去，我印象啊，凭咧印象啊，坐车的时间我感觉是金门。你感觉是金门吼？我才去过呢。我才去过。来，我来问者咱行家，行家你嘛感觉是金门哦？嘿，因为阮之前去金门坐船看会盖长，啊，毋过平湖迄只盖成较有名对，啊，毋过盖成较袂遐长。哦，拢捌去过哦。是，不过大家拢用目睭去看盖长迄哦，是无亲身去行过。而且用看这两个拢是四类的哦。会准袂准唔知哦。我歹势，第一位的人是平湖人，哎呦，平湖的。有影。是，好来北港的。鹿港的。啊，你感觉是金门啊？真正捌去过啊，但是我嘛是用目睭看，但是我听讲金门大桥是上歹，工程上是上歹去的，但是是毋是上长的？咱就相信是啊。咱就相信是啊。歹去嘛，歹去就是上长才会咱若歹去啊。是无摕到钱嘛，不要紧，因为咱嘛是爱等咧厝的啦。啊嘛是阮母后子暗顿我等伊食。嘿啦，嘿啊，妈妈，阮等下就等咧食饭啊啦，吼。好来，无对嘛是爱食。这比长吼，哦，这有较困难一个啊，吼。来，咱来看到外长的是倒位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展开答案是。哎呦。